讲这个台南出名的小食沙白鱼糜，迄若变做甜的，唔知咱乡亲敢会想要食？有这个做鸡卵糕的业者运用艺术鸡卵糕的材料做这个沙白鱼肚啦、蚵仔，佮用这个虾仁、韭菜等等材料做成鸡卵糕，看起来甲真正的沙白鱼糜是同款。沙白鱼糜芳酒刀配煮煮鱼肚、大粒的蚵仔，佮有虾仁花枝，用汤匙解壳，才发现是绵绵的鸡卵糕啦。这有名的点心沙白鱼糜，正做一粒鸡卵糕，互民众拢感觉真特别。它做的还蛮逼真的，就很像真正的海产粥啊。像极了，感觉好好吃哦。伫咧台南做了20年的造型鸡卵糕，业者头一摆做咸糜花草。翻糖，那我们把它调成黑色的。用翻糖落去粒沙白鱼肚，黑色、白色色水真分明。搁来甲鱼仔肉画一顺一顺，另外搁蚵仔嘛要豆豆甲捏出伊的形出来。阿米粒仔是用爆米香落去做，为了鸡卵糕有油光的感觉，上尾一招上重要。果胶跟那个鲜奶油，就是白白的这样子，油油的感觉。这个配料有够成的，豆豆也伫咧鸡卵糕顶的韭菜含油葱酥，装烫甲真水，食起来口味啥款嘞？好吃吗？甜。台南咸粥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就很多网友的询问度都非常高，他就觉得很有趣这样。看起来是咸的，食起来是甜的，创意的鸡卵糕，互人客拢感觉新是个趣味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